今日帶大家嚟到尖沙咀黑德道，呢度有一間近期超人氣嘅泰國餐廳思娥餐廳，個名就好有意思。思娥係泰文係朋友嘅意思，餐廳就係要將友情同美食連結喺一齊。一行入餐廳就聞到陣陣香氣，開放式廚房可以睇到廚房情況。餐廳融入泰國元素，令人感覺置身曼谷街頭。雖然店面唔大，但係氣氛輕鬆親切，適合朋友聚會或情侶約會。雖然去個日係星期日，但係都唔使排隊。今日我哋點咗幾道人氣泰國菜，同大家一齊品嘗。首先係鹹蛋青木瓜沙律，泰文叫 som ham， 入口清爽，青木瓜絲爽脆，但係味道略遜一籌。跟住係燒豬頸肉，外層烤得焦香，裏面卻軟嫩多汁，蘸上酸辣醬汁，完全停唔到口。呢道菜係泰國街頭都係必吃嘅經典。然後係醉貓炒河，又叫 Patty 貓，炒得有鍋氣，辣味同有層塔嘅香氣爆發，河粉好特別，同其他地方食到嘅唔同，軟滑又帶着勁，好值得一試。最後係香辣打拋葉炒豬肉碎飯，即係泰式打拋豬飯 Pad Kha Prao， 肉碎加上聖羅辣葉炒香，配白飯同半熟煎蛋，鹹香帶辣，質素屬於正常發揮。整體嚟講，燒豬頸肉、醉貓炒河同香辣打拋葉炒豬肉碎飯都非常值得一試。呢啲菜式嘅保留了泰國街頭小吃嘅親切風味，又呈現出餐廳級嘅細緻。下次嚟尖沙咀，不妨約上幾位朋友，一齊嚟思娥餐廳，品嘗呢份友情嘅味道。位於尖沙咀黑德道8號地下 A 號，餐廳距離港鐵尖沙咀站 N1 或 N3 出口步行約2至3分鐘。如果你鍾意呢段分享，記得幫影片點讚，留言話俾我知你最想試嘅菜式。